創世記第9章13至16節。我要將彩虹放喺雲端，做我同大地立約嘅標記。從此之後，當我叫雲層覆蓋大地，就會有彩虹喺雲中出現。咁樣，我就記得同你哋同埋一切動物所立嘅約，水就唔會再成為洪流毀滅眾生。只要我睇見彩虹喺雲中出現，我就記得我同地上所有活物所立嘅永遠嘅約。小朋友，考考你啊！神以彩虹作為記號，呢個記號係代表住乜嘢嘅呢？挪亞一家得救啦，佢哋可以過一個新嘅生活啦。不過原來神嘅拯救計劃唔止淨係俾挪亞一家同埋所有嘅動物噶，亦都俾我哋每一個。正如我哋琴日分享到，今日嘅世界仍然係充滿罪惡，但神仍然持守呢一個彩虹下嘅約定，唔再用洪水毀滅世界。咁樣我哋又究竟可以點樣遠離罪惡呢？神好愛我哋，所以佢差遣佢嘅獨生兒子耶穌嚟到呢個世界，代替我哋受刑罰，洗乾淨我哋嘅罪，就好似挪亞一樣被稱為義啊！而家就同屋企人分享一下，你有冇見過彩虹噶？究竟喺咩情況之下見到嘅呢？讀完今日嘅經文之後，當下次你再見到彩虹嘅時候，你會諗起啲乜嘢呢？分享完之後，我哋一齊禱告，感謝神為我哋立下彩虹嘅約定，提醒我哋你就係我哋嘅救主啊！今個禮拜嘅信仰小練習就係禁食練習，學習忍耐同埋控制自己。今日已經係第3日咯，你有冇遇到誘惑啊？而家就同屋企人分享一下。